盡覽一周新聞大事，精闢分析，獨到見解。天下風雲盡在 GM 看世界。歡迎各位聽眾嚟到我同敏儀主持嘅 GM 看世界。敏儀，咁啊，今日又要同大家講下新聞啦。係講新聞就唔使講噶啦，一定係講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噶啦。因為我哋嘅節目呢，就一個禮拜一次啦。咁其實我仲有個國語節目呢，就1至5都有嘅。咁喺呢個禮拜呢，就好多聽眾有無數嘅電話留言呢，有好多問題啦。成個大選而家大家真係睇唔明，到底發生咩事，到底會有咩結局？其實我自己嘅感覺呢，就係我自己都好唔想上 Facebook 啊呢排。點解呢？因為我真係見到呢好多疑問啦，好多嘅焦慮啦，好多嘅擔憂啦。但係另一方面，亦都好多人好開心啦，即係覺得哇好啊！民主黨贏咗啊！我哋需要乜嘢？朋友係冇一個係咁嘅啫。我有啊，係嘛？我真係有。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想上去 Facebook 啊，最近，因為影響心情咯。無論係支持或者反對川普嘅人，我見到咧都好心噏。喂，咁啊唔得嘅。美國總統大選搞成咁，大家應該多啲關心去了解到底發生咩事。係心噏啊！我係想關心，但係一路睇嘅時候，無論係撐邊邊都好，心噏嘅原因就係話點解一個民主社會、民主國家今時今日因為呢個總統大選搞到會咁樣，即係心噏咯，即係唔係話究竟要撐邊一個或者係好反對，即係唔係嗰種好激動，有啲人好激動噶嘛。咁我唔係話好激動，但係問題係見到一個美國咁嘅民主社會今時今日去到呢個地步，係覺得心噏咯。我其實喺呢個11月3號之後嘅嗰2日呢，我一直懷疑自己喺度發緊夢。係，即係美國今時今日佢個民主選舉可以墮落到咁嘅地步，同呢個白俄羅斯呢啲咁嘅獨裁國家係冇任何區別嘅。但係我嘅心噏係有一啲人呢，部分人係睇唔到呢啲新聞，仍然係覺得哇呢個選舉係非常之公正啊！你哋話嗰啲作弊或者係睇唔到，佢見唔到，你哋講乜嘢？佢話吓係咩咁？嗱，不如咁啦，我哋先講下今次呢個大選令大家產生咁多疑問嘅嘢係咩先啦，好嘛？嗱，第一樣嘢，我覺得首先係呢個通訊投票啦。通訊投票呢，不嬲以前呢就係俾一啲行動唔方便嘅老人家啊，或者出差在外嘅美國人啊，喺美國工作啊，咁就可以通訊投票嘅。咁今年呢，就話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咁所以呢，就大家去到票站投票呢就好唔安全，咁就所有人都可以通訊投票。咁呢個通訊投票咁樣講似乎聽落合理嘅，但係問題而家個現狀就係通訊投票嘅數量呢，同呢個合格嘅選民之間呢，有好大嘅差異。其實我諗今次投票之前呢，一直存疑問嘅地方呢，都係呢個通訊投票。點解呢？因為之前曾經通訊投票呢，就影響咗呢一個嘅選舉結果。咁所以其實喺今次總統大選之前呢，其實已經聽到好多聲音啦，就係話：咦，呢個通訊投票究竟可唔可信呢？係咪有作弊嘅嫌疑喺裏面呢？嗱，通訊投票以前因為佢量好細，不足以影響大選結果，咁只不過照顧啲行動唔方便嘅或者唔喺美國嘅人，咁所以呢，對通訊投票嘅防偽呢，以前可以講係冇任何嘅嚴格嘅措施嘅。其實美國整體社會咧都有個誠信機制啦，好似你無論係消費啊或者去食自助餐咁，我啱啱嚟到美國覺得，哇，點解好似冇人守住啲側門嘅？咁如果啲人喺旁邊入咗嚟，都冇人知噶噃。美國係一個成熟嘅社會啦，咁佢講緊係一個誠信機制啦，包括選舉都係誠信機制。咁你話選舉當中作弊呢家嘢咧，以前有冇有零星嘅？但係係咪好似今次咁被質疑咁龐大咧？我諗以前冇嘅。咁所以嗱，呢個係第一，大家好奇怪就話，通訊投票到底有冇啲作弊嘅可能性咧？咁第二就話通訊投票咩時候截止？嗱，其實所謂嘅選舉就係講我哋喺某一日大家投票去對某一樣嘅表態。咁但係今次好多民主黨主政嘅州咧，通訊投票可以延後再延後。咁延後嘅理由係乜嘢咧？咁就話其實只要係佢嗰日嘅郵戳係11月3號嘅，你都可以當佢當日投咗票。咁但係通訊投票有一個記嘅過程㗎喎。呢個記嘅過程如果令到開票延後嘅話，最起碼我哋當晚唔知道總統大選嘅結果。其實呢個合唔合理呢？呢個有冇違反憲法呢？嗱，呢個係接落嚟川普個團隊要訴訟嘅其中一樣嘢。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嗰日嘅半夜突然間開票呢？係一啲重要嘅州，亦都係民主黨控制嘅州呢，全部停咗落嚟。
然後咧半夜大概4點鐘、3點鐘嗰陣時咧，突然間拜登嘅票咧直線上升。其實我喺 Facebook 見到好多嘅圖片咧、圖畫咧，顯示兩條線啦，一條係紅線，一條係藍線啦。紅色就係代表川普啦，藍色就代表拜登啦。咁嗰條藍線咧係某一個時段咧係直線上升，係直線喎，同地面成一個90度角上升。咁呢個係我哋之前講過，大家就覺得有存疑嘅地方啦。好啦，第三樣嘢覺得存疑嘅地方就係喺呢個密歇根州有個郡叫做安特利姆。呢個郡呢，有部點票機，咁你知大家而家開票係點開嘅呢？你個選票交到嚟，或者係打開個票箱拎出嚟，或者係郵寄選票，反正打開之後咧，將個選票放落個電腦度。係。咁個電腦就會自動掃描，咁就呢個拜登呢票係拜登嘅，呢票係川普嘅，咁要計算。係啊。速度好快，1秒鐘計算200張。咁呢部點票機點票完之後咧，呢個安特里姆郡嘅呢個選舉官員咧就覺得驚訝啦。係。呢個郡咧好奇怪，佢係一個共和黨嘅大本營嚟嘅。佢呢個郡嘅民眾咧，以前喺過往嘅歷史咧，全部都將票投俾共和黨或者共和黨嘅政治人物。係。今次居然大部分嘅票投俾拜登。有啲可疑。咁所以呢個選舉官員覺得有啲可疑啦，就查一查咧，用人手去查，即係唔用呢部點票機，咁就發現6000票本來係川普嘅，就計咗去拜登嗰度。哇，就話6000票，咁但係即係呢度加同埋嗰度減嘅話，其實來回係12000個影響係12000票噶啦。係咯。咁啊，敏儀最重要嘅就係呢個密歇根州咧，有一半以上嘅郡都係用呢部點票機。哇！咁而家最大嘅疑問就係呢部點票機點解會出現問題啦？我哋啱講咗啦，首先係因為呢個郡以前一向支持共和黨嘅，今次突然間變咗大家全部反轉咗自己嘅政治態度，支持民主黨。咁因為官員懷疑，所以先人手點票發現咗。咁而家呢個你知密歇根州都係民主黨嘅州啦。咁民主黨嘅官員點解釋咧？就話呢個係因為佢人手擺落去嗰陣時造成嘅錯誤。呢一個係民主黨嘅州嚟嘅。民主黨主政嘅州，密歇根州係民主黨做州長，民主黨做呢個州務卿啦。選舉最重要係州長同州務卿呢兩個人。係。佢話點選就點選噶啦，因為選舉點樣投票啊等等呢啲咧，有一部分係州嘅權力嚟嘅。係。咁我哋要問啦，請問人手將個選票放入個機度，點解會造成電腦程序嘅錯誤咧？唔關事，應該電腦去睇呢樣嘢噶嘛，同人手唔啱，係咯，冇關係噶。如果你人手可以令到呢部電腦計票機出現錯誤嘅話，咁係咪呢個錯誤嘅機率發生好容易啊？係。咁所以而家嗱，共和黨其實而家就要盯住呢樣嘢去調查啦。如果呢部電腦計票機真係有陰謀論的話，咁即係話密歇根州有一半以上嘅選票都要計過。而全美國有幾多個州用緊呢部點票機呢？超過30個州。哇，咁多啊！30個州嘅計票結果都有問題嘅情況下，係。敏儀，接落嚟我哋會突然間會彈一個問題出嚟。請問今次大選嘅合法性喺邊度？係。咁所以而家就係點解大家覺得咁混亂？點解咁多個州川普嘅團隊、共和黨嘅團隊喺度打緊官司喺度起訴緊？咁其中一個通訊投票啦，一個就係呢個點票機到底有冇問題呢？呢個禮拜呢，美國有個空軍嘅將領係一個2星將軍嚟嘅，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呢，佢講咗個故事喎。我聽呢個故事咧就好得人驚啊！係，佢話呢，其實呢，美國有一個叫隨子計票法。咁我唔知呢個咩叫隨子計票法啦。總之佢講就係呢個係美國國土安全局所發明嘅一個計票方法。簡單嚟講就可以將張生嘅票計去李四嗰度。嚇！而呢個計票法嘅技術收尾就俾咗 CIA 即係中央情報局。咁今次喺呢個安特里姆郡所出現嘅呢個電腦嘅計票錯誤呢，就係呢個所謂嘅隨子計票法，即係話人工可以控制呢個選票計到邊個頭上。嗱。首先我哋講呢個係一個2星嘅美國前空軍將領。咁我覺得佢講嘅嘢呢，雖然我哋唔能夠100%相信，但係作為咁嘅人物出嚟夠膽接受媒體公開訪問嘅時候，我覺得應該大家重視佢講嘅嘢。係。咁所以其實而家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喂，今次大選呢個合法性係唔係需要我哋認真去檢視呢？我諗呢個係大家而家最迷茫嘅嘢啦。其實好多人呢都係問到咧，你啱啱講嗰個通訊投票，究竟係當日去開晒所有票啊，定係有個特殊嘅開票時段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好啊。翻到嚟 GM 看世界，傑哥啱啱咧講緊呢啲通訊投票咧，好多嘅聽眾都有一啲嘅疑問啦。咁其中一樣咧就係話，通訊投票究竟係咪同一時間開票，定係話究竟呢啲嘅通訊投票一收到之後咧係陸陸續續咁開嘅咧？嗱，我問過啲專家。
即係專門負責幫美國啲政治人物輔選嘅呢啲公司。係我專登喺我嘅電視節目裏邊咧，就請一個嘉賓就問佢美國嘅大選開票係點開嘅？嗱，如呢個專家講咧，佢話其實美國大選開票咧就係11月3號投票結束之後，各個選站馬上就開票，冇分通訊投票，冇分呢個現場投票嘅。即係當日先開始開。當日所有嘅通訊投票以及票箱嘅票係同時開嘅，包括有啲所謂嘅提前投票啦，都係嗰陣時開嘅。即係話8點鐘咁截止之後一次開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唔存在話夜晚深夜先開通訊投票。因為今次大家覺得嘅疑問就係點解夜晚開票突然間令到拜登嘅票係成10幾萬咁增長，而川普係0呢？係咯。咁大家話之前報道過啊嘛，通訊投票個個都支持拜登噶嘛，係咪有咁嘅原因啊？其實呢個夜晚好白天好開票係冇分通訊投票同埋票箱投票，係一齊開嘅。一齊開嘅。咁今次最大嘅問題亦都係咁啦，即係好多呢個所謂嘅叫咩啊監督員啊，因為其實共和黨好民主黨好多有啲喺現場監票噶嘛，好多共和黨嘅監督員就發覺點解到夜晚將近12點之後，現場嘅呢啲點票嘅人咧，突然間個個變咗樹懶，放慢動作去開票，我哋好急啊！咁即係類似我哋睇周星馳啲電影裏邊咁樣，就好慢好慢。1個小時居然其中我見到個報道話1個小時6個人點咗12張選票。但係到夜晚4點鐘，當大家頂唔住，有啲人去咗瞓覺嘅時候呢，衝唔一聲，突然間10幾萬票出咗嚟。點解會喺4點鐘到朝早9點咁短嘅時間會點咗10幾萬票？而家呢啲疑問呢，就全部已經喺晒司法訴訟裏邊啦。咁早幾日呢，喬治亞州呢就開始重新點票喎。咁呢樣嘢會對呢個大選有啲咩影響呢？嗱，首先我哋講喬治亞州點解要重新點票先，因為咧喺呢個州而家拜登嘅選票同阿川普嘅選票咧就爭得好近好近，爭咗0.0幾個 percent 嘅啫。咁總票數咧聽講如果佢化到具體票數係14,000票。咁根據法律咧，喬治亞州係可以喺兩個候選人個相差嘅票數咁低嘅情況下重新點票。其實喺法律上咧，如果相差太遠就冇辦法去再重新點嘅。當然啦，有個法律規定嘅，有啲州係規定1%以內，有啲州係規定0.5%。唔同嘅州有唔同嘅法律。咁但係今次喬治亞州呢個重新點票就符合佢嘅州嘅法律。更重要講嘅係喬治亞州係共和黨人嘅州，所以就佢可以好輕易咁去決定重新計算選票。咁其實敏儀呢個重新計算選票呢，唔係話關係到川普可唔可以翻盤嘅問題喎。其實呢邊有個好重要，我覺得有個好重要嘅影響就係喺喬治亞州嘅重新點票當中，如果個到頭嚟嘅結果係川普翻盤嘅話，就講明一樣嘢，當初嘅選票有問題。而可唔可以喺喬治亞州重新點票當中發現選票舞弊嘅具體證據？其實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我都覺得好緊要喎，因為而家呢，你一路都講話最緊要有冇實質證據。好多嘅傳聞啦，好空泛，唔知道，但係咪真嘅呢？咁係啦，咁所以冇一定嘅實質證據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揾到一個好確實嘅證據，而喺呢個證據裏面呢，可以令到其他州都開始揾證據嘅話，咁反而我覺得呢個先係緊要。呢個唔係令到其他州揾證據嘅問題，乜嘢啦？譬如講如果我哋合理咁推斷下，喺喬治亞州點票當中真係發現咗所謂嘅大規模嘅通訊投票嘅作弊嘅話，咁即係話喬治亞州作為一個共和黨人嘅州，佢都可能發生呢個通訊投票作弊。咁喺其他州亦都有可能發生啦。咁其他嗰幾個搖擺州，川普同阿拜登兩個選票差得比較接近嘅州呢，重新點票就勢在必行啦。咁呢個第一，第二更加重要嘅係喬治亞州而家有2個國會參議員嘅位喺度選緊。而家國會眾議院就民主黨就肯定係佔大多數噶啦。咁不過喺呢個佔大多數嘅情況下呢，都俾共和黨攞多幾席啦，攞咗8席好似係。咁但係參議院就好重要啦。參議院本來係53對47，共和黨有53席。咁而家今次咧民主黨就攞咗1席。好啦，而家真實嘅而家發展到今日嚇係50對48，民主黨48，共和黨50。共和黨就攞多1席就係大多數。咁所以而家喬治亞州有2個參議員嘅席位喺度選緊，所以喺重新點票當中，我哋今次知道選舉除咗選總統，仲有包括參議員嘅票喺裏邊噶嘛。咁如果喺今次選舉當中，阿川普能夠喺喬治亞州翻盤嘅話，咁都可以間接講明嗰2個共和黨嘅國會參議院嘅候選人都好有可能獲勝，哪怕有一個獲勝，共和黨就保住咗佢嘅多數議席啦。咁同埋，如果川普喺喬治亞州真係翻盤嘅話，會帶嚟咩影響呢？就係佢嘅呢個選舉人票就會多咗16票。咁
咁即係話拜登少16票喎。係咯，來回有32來回32票啦。嗱，川普而家係232票，係如果加埋呢16票咧就248票，嚟嗰個270票咧仲爭22票。係好啦，22票之後咧，咁而家仲有咩州可以打緊官司咧？第一個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有20張選舉人票，呢個好犀利啊，20票㗎。係啦，咁所以賓夕法尼亞州咧係最多選舉舞弊可疑案件嘅地方。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密歇根州啦。係密歇根州同埋呢個賓夕法尼亞州，如果呢兩個州真係發現咗選舉舞弊嘅話，如果呢兩個州出現嗰個選票翻盤嘅話，咁就真係大件事啦。咁就天下大亂啦。咁問題大家唔好以為除咗呢兩個州冇咯喎，跟住仲有內華達州。內華達州而家共和黨嘅法律團隊訴訟咩呢？話好多我哋加州嘅人走咗投票。嚇！加州去咗內華達州啊？第一咁近，第二好多加州嘅人喺內華達州係有屋噶嘛，有地址噶嘛，有地址咪可以通訊投票咯。所以就兩邊都投。係啦，咁所以出現咗呢個重複投票啦。咁所以如果喺呢啲州都證實咗選舉舞弊嘅話呢，咁接落嚟我哋嘅大選嘅局面呢，就將會更加混亂啦。其實而家喺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咧，都見到好多嘅唔同嘅信息啦。咁我覺得有啲信息係假嘅，即係我分唔到邊啲係真，邊啲係假。譬如話一路有傳聞話咧，投票嘅人係比呢一個嘅註冊登記做選民嘅人多，究竟係真定假呢？有時話係真，有時話係假。嗱，我哋咁講下，喺呢個投票之前呢，美國有一個叫司法監察嘅機構，佢對美國35個州進行咗調查，其中有500幾個郡，佢嘅實際嘅合法嘅選民比呢個登記嘅選民要少咗。總共有幾多？少咗幾多呢？係500幾萬。哇，好多喎呢個數。當然啦，有啲一個州就有100幾萬。係所謂嘅，譬如講我呢個郡有500萬個合格嘅選民，但係選民登記呢，居然係600萬。即係類似咁嘅數字，即係我呢個數字唔係具體啊，我舉個例子啊，即係遠遠高出咗。咁呢個好明顯就唔啱啦。係咁呢啲人點嚟咧？咁嗱，呢個就係我講嘅。其實美國喺2016年大選已經出現咗作弊啦。德州有16萬嘅非法移民投票啦。係而2018年我哋加州我哋講咗好多次啦，2個共和黨嘅國會眾議員候選人喺點票嘅時候佢贏咗。一個禮拜之後，加州嘅州會卿話唔好意思，我哋收到好多郵寄選票，佢哋冇選你，選咗你嘅政治對手咁。嗱，呢啲零零星星嘅令大家覺得可疑嘅選舉當中嘅漏洞，就係當時冇人去重視。係今時今日先嚟到個總爆發，而呢個總爆發而家點先可以令到大家信服有定冇選舉舞弊呢？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最難嘅。好，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睇一睇川普嘅法律團隊嘅訴訟究竟而家咩狀況啦。好啊。好啦，歡迎大家翻到嚟《知音看世界》林敏義。我哋上一次講咗而家有關呢個選舉嘅一啲所謂嘅舞弊嘅嫌疑嘅訴訟喺度進行緊啦。咁而家呢個訴訟喺共和黨方面進展成點啊？最近呢就有10個州，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多嘅。10個州嘅總檢察長呢係加入咗呢一個嘅川普嘅法律團隊呢，去控告呢一個賓州，唔係控告啦，挑戰啦賓州呢一個嘅郵寄投票。咁賓夕法尼亞州今次係最多爭議嘅地方。係啦，啱啱你已經講過啦，呢一個州呢有20票噶嘛。係啊。咁所以其實非常之大嘅可能性係令到成個選舉結果呢係會有好大嘅變化啦。當然啦，呢20票如果改變嘅話，就成個形勢改變晒噶啦。係啦，咁如果話10個州嘅總檢察長，我都覺得呢個陣容幾強。嗱，首先我哋講10個州嘅總檢察長，即係其實換個譯法呢，就係呢10個州嘅司法部部長。係呢啲全部都係法律專才嚟嘅，佢哋對法律呢係有相當嘅認識嘅。咁點解而家佢哋都盯住呢個賓夕法尼亞州呢？你記唔記得喺投票之前啊，川普去賓夕法尼亞州造勢，係令到賓夕法尼亞州嘅民主黨州長都嚇到震，因為好多人係無邊無際，仲要喺而家呢個氣候之下，賓夕法尼亞州已經好凍噶啦。大家都有咁嘅熱情，而拜登去嗰度造勢呢，真係100零個人嘅啫。係喺選前嗰個形勢係咁樣，但係喺一夜之間，拜登喺賓夕法尼亞州個選票突然間直線上升，又係嗰樣嘢啦。點解拜登呢個半夜對拜登咁有利嘅呢？呢個係大家好多疑問嘅嘢。咁所以而家賓夕法尼亞州呢已經係呢個司法訴訟已經行緊啦。接落嚟呢，其實賓夕法尼亞州嘅聯邦法院嘅判決一啲都唔重要嘅。重要嘅係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啦。係因為賓夕法尼亞州嘅聯邦地方法院無論點樣判，
一係就川普嘅陣營不服，一係就拜登嘅陣營不服，都始終會上訴嘅，呢個肯定㗎啦。咁所以咧，去到聯邦最高法院點判咧，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嘢嚟㗎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好多嘅聽眾啦，或者你嘅觀眾咧，我都聽到一啲聲音咧，就覺得喂，傑哥啊，你好似偏幫咗川普，我睇主流媒體咧都唔係咁講嘅，你係咪太偏幫阿川普咧？咁咁我哋講翻今次媒體啦，我哋自己嘅媒體人民我哋其實做媒體咁耐咧，我哋大家一直有個準則就係話，其實我可以有我嘅政治觀點，但係我呢個政治觀點咧要基於事實去表達出嚟。譬如講我話川普係個好人，我點解話佢係好人呢？佢言談舉止好乞人憎，但係咧作為一個總統，佢兌現佢嘅競選承諾，喺呢個角度，我覺得佢係一個值得我信任嘅政治人物。咁我話拜登係一個好有問題嘅政治人物，點解呢？我基於佢嗰個佢亨特拜登即係佢個仔嘅電腦裏邊嘅郵件同埋呢個照片，即係我會跟住呢啲嘢去判斷呢個人係好人定壞人。但係主流媒體將呢啲嘅新聞呢，盡量好少去披露。唔係好少披露，係禁止披露。係咯，連一啲嘅 Facebook 啊，或者係仲有邊度啊？Twitter 啦，Twitter 啊，嗰啲全部都唔披露。首先，所有嘅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 全部對呢個唔報導，並且反過嚟報導話呢啲係俄羅斯嘅陰謀。好啦，然後 Twitter 啊、Facebook 呢啲咧，如果你夠膽 po 亨特拜登嘅有關醜聞咧，佢就封咗你。我今日去電視做節目咧，有個嘉賓佢話佢嘅 Twitter 咁多年嚟，佢總共發咗唔到60個條信息。最近佢發咗一條信息，涉及到某些呢方面嘅嘢，即刻佢嘅賬戶就俾人封咗。然後佢點樣申請都冇幫佢開翻。佢話話佢咩？話佢個賬戶做負面影響公眾。佢話我總共發咗咁多年，我發咗60條。我個 Twitter 上邊嗰個 follow 亦都係得嗰幾十個人。我點樣影響咗公眾呢？即係令到我哋好唔解嘅就係而家啲媒體本來由持平公正咁表達自己嘅觀點，本來應該客觀咁去反映新聞，到咗掩飾真相。所以我覺得呢，即係我聽到啲聽眾留言呢，我覺得有啲可笑啊！即係佢哋認為你唔公正，係因為佢聽咗太多主流媒體嘅報導。你啱講呢位聽眾呢個觀眾，電視觀眾嚟嘅，佢嘅留言呢，佢係咁講嘅。佢話點解我喺主流你哋講嘅嘢同我喺主流媒體睇嘅嘢係唔同嘅？如果主流媒體講嘅嘢係值得可信嘅，我諗就唔需要有其他媒體嘅節目內容啦。並且佢有個好奇怪嘅觀念就話，佢話我一向睇主流媒體嘅，你哋而家喺呢個節目當中講呢啲咁嘅嘢呢，就係蝦啲睇唔明主流媒體唔識英文嘅華人。其實我想講俾佢聽，喺美國絕大部分嘅華人係睇得明主流媒體嘅，只不過佢睇唔睇另外一回事。你唔能夠話，因為我識英文，因為我睇主流媒體，我唔睇中文媒體，所以我就代表咗真相同埋代表咗真理。我覺得呢樣嘢呢，呢位女性嘅觀眾呢，睇世界咧，佢有啲偏頗。佢覺得識英文咧係一件好了不起嘅事情。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優越啊！佢覺得自己係好優越感。我睇主流媒體嘅喎，呢啲先係主流，呢啲先可信。但係佢唔記得咗，而家喺美國其實好多人，包括民主黨嘅支持者，都覺得而家主流媒體喺報導方面同以前已經唔同啦。係為咗達到佢哋嘅目的，已經係開始掩飾真相，揞住一啲新聞事實。其實包括今次拜登呢件事嗰個電郵門嘅事件，我都話你可以企出嚟話呢啲嘢全部都係假嘅。係我講俾你聽點解係假嘅。咁我哋咪多個渠道知道呢啲所有嘅內容係真定假咯。而你係揞住唔講，然後你都唔俾人哋講，咁我覺得你點解唔敢俾人講呢？你自己點解唔講呢？更加令我相信呢啲係真嘅。只不過你唔想影響拜登，你唔想影響你支持嘅政治人物，所以你就揞住唔講。咁我唔覺得呢個係媒體應有嘅態度。所以其實咧，真係要強調一下咧，我哋唔係話偏幫阿川普或者川普政府，我哋只不過將事實見到你哋見唔到嘅新聞，希望同大家分享。即係我真係見到有一啲嘅聽眾啦，都好嘅，佢就覺得會感謝傑哥，因為你令到佢哋更加多渠道知道一啲俾主流媒體去冚住咗個新聞。但係見到有好多人唔去睇、唔去聽其他呢啲嘅真相嘅新聞嘅時候呢，一味呢就係話主流媒體嗰啲係啱嘅，咁即係幾可悲咯。英文媒體先係權威，懂英文係一種華人當中嘅優越。其實我想同佢講，懂唔懂英文都唔代表你懂唔懂美國政治。如果你想懂美國政治，你應該多方面獲得信息，就要靠自己嘅思維去判斷，要經過自己嘅腦去判斷。我哋啱講，而家有好多話呢個大選舞弊嘅真實證據，其實好明顯。呢啲新聞當中都有啲假新聞，譬如講我舉個例子，有個報道話
喺呢個某個地方發現咗幾萬張選票係同一個人簽名，證明咗呢個選舉係舞弊嘅。嗱，我對呢條新聞呢，我係持懷疑態度。係，亦都喺最近喺呢個 Facebook 啊，喺呢個 YouTube 啊流傳咗一段片，有個人出嚟講，今次選舉啊，阿拜登上晒當啦。其實川普早就有呢個佈置㗎啦，每一張選票呢都有個秘密水印，佢哋唔知嘅。到時一照呢個秘密水印呢，就可以知道邊啲選票係假嘅。嗱，呢條新聞我係高度懷疑。係，所以大家唔好睇咗呢啲新聞就覺得哇，川普真係呢個翻盤有望。係，其實翻唔翻盤唔重要，敏儀。我哋喺美國唔同嘅人會支持唔同嘅政治人物。川普當選咗，支持川普嘅人會好開心。但係支持拜登嘅人會唔開心。反過嚟，拜登當選咗都一樣。但係喺今次大選，我哋係咪應該更加關注嘅唔係邊個總統候選人獲勝，而係話今次呢個選舉到底合唔合法？係，如果有咁多選舉制度當中嘅漏洞，令到大規模嘅作弊而改變咗應有嘅選舉結果，呢個動搖咗美國國本啊！係，以後美國再都唔可以話自己係一個民主國家，亦都唔可以話自己係一個民主制度成熟國家啦。我哋同白俄羅斯冇乜區別嘅。白俄羅斯就咁啊嘛，喺選舉之前反對總統嘅聲音係好似排山倒海咁嚟，但係選舉投票結果出嚟計算，全白俄羅斯絕大部分選民支持總統嘅。咁你同我解釋下點解會有咁嘅現狀呢？點解會出現咁奇怪嘅結果呢？其實我同意你嘅講法呢，我哋今時今日係咪要將我哋嘅焦點呢？唔係話究竟係邊個總統要贏，而係話我哋究竟睇一睇呢個選舉制度係咪有漏洞，或者今次係咪真係有舞弊？我哋嘅焦點係咪應該放喺呢一度呢？係啊，當一個國家嘅民主選舉可以好輕易舞弊嘅話，佢就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啦。呢個係我嘅觀點。同意。好，咁我哋再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好啊。好，翻到嚟 GM 看世界，傑哥啊，最近我睇新聞呢，就發現有兩個機構呢，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啊，我都想知下呢兩個機構係咩機構？第一個呢，就係美國總務處啦，咁第二個呢，就係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咁呢個美國總務處呢，就話喺呢一個嘅選舉未有真正嘅結果之前呢，佢哋呢就拒絕拜登呢提出交接嘅要求。咁呢一個機構其實佢嘅權力係咩呢？嗱，呢個美國總務處咧係一個聯邦機構嚟嘅，佢負責管理聯邦資產。喺佢管理嘅資產當中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資產就係美國白宮啦。咁所以每當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新舊總統準備交接之前呢，要經過呢個美國總務處嘅批准。咁今次呢，就拜登就宣布自己勝選啊嘛，咁佢就同呢個總務處講，喂，可以安排我同阿川普交接咯，咁就被呢個總務處長咧拒絕咗，因為總務處長覺得其實大選結果未出嚟。嗱。呢個大選結果未出嚟呢，有兩個層面講嘅問題。第一就係而家有啲州，其實某些州嘅點票仲未結束嘅，包括我哋所知嘅亞利桑那州啦，同埋呢個羅華達州啦，仲有啲票未點嘅。其中亞利桑那州呢，仲有幾萬票未點嘅。而呢啲州阿拜登同阿川普之間嘅差距其實好短嘅啫。咁點解而家大家都話拜登當選為美國總統呢？因為媒體報道咯。呢個係媒體宣佈嘅。嗱，咁我哋又唔可以話媒體造謠嘅，因為點解呢？喺美國歷史上呢，有一個媒體機構呢，大家習慣咗佢宣佈嘅結果就係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啦。呢個媒體叫美聯社。但係美聯社以前有個準則嘅喎。佢如果覺得呢個大選仲未結束，如果仲有爭議嘅話，佢係唔會宣佈嘅。但係今年我哋都講咗啦，所有媒體一邊倒咁去支持拜登，去限制川普嘅言論，包括呢個美聯社。其實美聯社喺呢個大選之前呢，就已經有好多好偏頗嘅言論㗎啦。咁而家美聯社打破咗佢哋以前嘅習慣，即係話喺大選未結束之前，喺點票未真係結束之前，喺仲有爭議之前，佢哋係唔會宣佈大選結果嘅。美聯社一宣佈呢，咁拜登就大條理由啦。咁大家都習慣咗美聯社呢個媒體宣佈大選結果。咁其實作為一個媒體所宣佈嘅大選結果係冇法律效力噶嘛？係啦，咁所以呢，即係最近同朋友傾開偈呢，就係講起，呢個點票其實係未正式完成，所以呢，未正式有總統究竟係邊一個係產生嘅。咁我朋友就話吓，唔係啊嘛，即係大家嘅認知，媒體已經大肆報道啦。佢話仲未嘅咩？佢哋認為拜登已經係成為總統噶咯。所以呢，有幾多人想川普落台呢？除咗民主黨，除咗華爾街，除咗大科技公司、媒體。佢哋夾成一股力量，造成一個氛圍，講俾公眾聽，選舉結束咗噶啦。其實阿拜登已經當選咗噶啦。咁所以當阿拜登聽到呢啲媒體宣佈，咁啊拜登當然要配合演出啦。佢又企出嚟講啊，我當選咗啦，各位嗱，我要係以後嘅美國總統啦，我哋要團結，我哋都係美國人乜乜乜。講完之後，佢就同呢個聯邦總務處講，喂，我哋交接咯咁。聯邦總務處話唔好意思喎，喺法律角度，我哋唔覺得呢個總統大選已經有結果咯，何況
接落嚟，阿川普已經預先張揚咗有咁多嘅司法訴訟，你點可以話大選結束呢？係咯，我仲睇其中一個中文媒體咧，我見到佢哋即係有發出呢一個嘅叫咩通知，就係一條新聞。我揦一揦咧就話，拜登要求去交接，咁啊未被交接到啦。咁啊佢話成個團隊傻眼咁樣，即係我覺得，咦，好似講到似係真，交唔交接係唔啱嘅咁。所以而家其實關於拜登是否當選呢，有好多道法律程序仲要行嘅。係，因為應該理論上12月8號各州就要根據各州自己嘅選票情況，確定咗自己州嘅呢個選舉人會將票投俾邊個？呢個就係我通常講嘅選舉人票啦。咁喺各州仲有司法訴訟，喺票未點完嘅時候，請問各州嘅參眾兩院點樣確定自己嘅州嘅選舉結果呢？所以呢個其實雖然大家而家話理論上推測拜登已經攞咗成幾多290定300張選舉人票，佢已經係總統，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有法律效果嘅宣佈嚟嘅。咁所以呢個點解美國嘅總務處拒絕咗拜登團隊嘅要求交接呢？咁呢個就係原因所在啦。咁另外呢，就係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啦。咁呢個委員會嘅職責又係咩呢？嗱，呢個委員會嘅職責呢就好有意思啦。佢係負責監察選舉嘅，選舉當中有冇違法、有冇舞弊嘅行為。咁由佢哋負責監察，所以喺呢個法律程序上呢，首先我哋啱講咗啦，各州嘅參眾兩院就通過咗自己州嘅選舉嘅情況，叫州嘅選舉人去美國國會投票嗰陣時，你要投選舉人票嗰陣時，應該投俾邊個總統候選人，就根據州嘅投票結果啦。投完票之後，由呢個美國選舉委員會、聯邦選舉委員會去確定今次嘅大選是否合法。問題而家呢個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個主席話，而家喺點票當中，我哋睇到確實發生咗好多舞弊行為。咁即係話佢對今次大選嘅結果嘅合法性產生咗懷疑。其實真係好多嘅證據顯示，今次好多舞弊嘅事件喺度發生緊。咁所以究竟要查明真相啦，嗱，老老實實，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公平合法。如果就算點出嚟係邊一個候選人贏都好，只要係合法同埋公平，我覺得大家要接受呢個結果。好簡單啦，而家喬治亞州重新人手點票，就好似我哋以前睇到嘅最原始嘅選舉咁，唱票，李敏儀一票，咁啊就畫個一橫，跟住啊李敏儀一票，咁就畫個一豎，終於畫個正字，跟住一路開落去。啱啊。咁啊張修傑冇票，咁就畫個零上去。即係呢個係大家所有嘅，譬如講10個人20隻眼睇住，個名係邊個寫上去。咁啊喺公眾嘅監督情況下重新開票啦。但係我覺得仲有一個問題喎，你呢一個一票一票咁樣開出嚟，仲有究竟一個人有幾多票呢？因為好多人亦都反映俾我哋聽，佢一個人收到3份票，又或者你見到有啲已經過咗身嘅人，佢又有份投票，貓貓狗狗又有選票，咁呢一樣嘢點樣去搞呢？佢一定有一個驗票機制嘅，呢啲票係真係假。如果真係出現咗，其實有好多選票同一個人簽名啊，有好多選票係個出生日期同一樣啊。而家話好多選票個出生日期係填咗1900年噶嘛，即係嗰個投票嘅人已經今年120歲啦嘛。咁所以咪有幅漫畫話拜登去墳墓裏邊借票啊嘛。咁如果出現呢啲咁嘅明顯可疑嘅票，咁當然要拎出嚟去追究啦。咁所以呢個人手點票呢，最起碼就佢免除咗話喺點票過程當中，譬如講呢個嗰6000票咁係咪？一個6000票，第二個嗰個監察開票嘅人俾人拱咗去第二度唔俾睇啦，同埋個計票機器啊收埋咗去第二度啦，咁即係類似避免咗呢啲嘢。譬如講今次喬治亞州重新點票，確定係拜登贏嘅，我覺得大家應該好平靜咁接受呢個現實，就係拜登贏咗。我同意。其他州如果都係咁點票嘅話，排除咗一啲有可能作弊嘅可能性，點出嚟嘅票都係拜登贏嘅，我哋應該好平靜咁接受呢個現實。拜登就係下一任美國總統。但係如果點票當中我哋就攞喬治亞州嚟計，如果真係發現咗成規模嘅大選舞弊事件，並且呢個舞弊已經明顯影響咗選舉結果啦，咁今次嘅選舉點辦呢？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啦。我哋啱講咗啦，即使係聯邦最高法院作咗對邊個有利嘅判決，反對嗰方一定會出現呢個好激烈嘅對抗情緒。咁其實仲有一種另外方式可以選出總統嘅。點呢？由美國國會選出總統。係咩？可以啊？我自己呢個係我自己預計下。聯邦最高法院話冇錯，我哋今次嘅大選當中確實係見到好多呢個可疑嘅情況，所以大選投票結果冇效。我哋而家交俾國會參眾兩院去選出美國總統，呢個係美國憲法授予嘅權利嚟嘅。係咩？不過係眾議院選美國總統，參議院選美國副總統。呢個亦都係合法產生美國總統嘅一種方式。咦？
咁分分鐘係兩個總統同埋副總統係兩個政黨嘅人，唔會分分鐘極端情況下會總統係拜登，副總統係彭斯，係有可能。但係呢種情況會唔會發生呢？都係睇落嚟。接落嚟睇嗰個司法訴訟，聯邦最高法院係點樣睇而家嘅所謂嘅舞弊行為存唔存在，有冇成規模，有冇影響總統大選結果？呢個係最重要啦。咁我哋只能夠繼續觀察啦。好，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拜拜。